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資優燈心語導航雙拍檔，先穩定，再連結，最後賦能，即時見改善12週見穩定。大家好，我係 Dorcas， 係一位教育心理學家。我哋今日呢會一齊探討一下乜嘢叫做專注力，點解咁重要呢？仲有小朋友喺成長過程裏邊會有啲咩變化呢？今日我哋特別邀請咗我嘅拍檔連姑娘，一齊用唔同嘅角度去大家傾一下。其實每一個小朋友都係非常獨特，有潛能，值得被欣賞同埋尊重嘅。正如好似聖經所講，我們各人都是他手中的工作。Hello， 大家好，我係連姑娘。平時呢做社工都見到好多家長會擔心小朋友專注力嘅問題，佢哋成日都會問我係咪我仔女有問題啊咁樣。但係呢，我就覺得每個細路都有值得肯定嘅地方，唔需要同人比較。專注力呢唔係一個標籤，而係成長中重要嘅一課啊。聖經裏面講到，人看外貌，耶和華卻看內心。咁究竟乜嘢係專注力呢？喺心理學上邊，專注力其實係一種內在嘅力量，幫助我哋聚焦、堅持。其實能夠專心去做好一件事，係對生活負責任嘅一個態度。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慢慢咁樣去學習點樣去管理自己，守護住自己嘅本分，唔好受外界嘅誘惑同埋影響。就好似我哋所學，我哋專心去讀書，專心去聽老師講說話，我哋專心去聆聽身邊每一個嘅長輩嘅教訓。就好似聖經亦都有提到，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真係好有意思。我都相信呢，家庭氣氛呢同樣都非常之重要㗎喎。大人如果都識得去自律，識得安排安靜嘅時間，細路呢就會潛移默化學到自我節制。有時我會鼓勵家長全家一齊去做專注嘅時刻，無論係閱讀啦、做手工啦、祈禱，或者係靜靜咁樣去諗下今日感恩嘅事，都可以培養專注㗎喎。聖經裏面講到啦，你們都要常常喜樂啊，不住地禱告，凡事這樣。呢啲都係金句咧，都好啱我哋去常常使用啊。咁講開係專注啦，其實點樣都好實實在在，希望喺實際上邊點樣用啲乜嘢嘅技巧幫助小朋友有一個好嘅專注能力呢？其實咧，好想邀請呢度每一位嘅家長，其實每個小朋友喺成長嘅步伐都會有唔同，其實唔好需要去比較，能夠欣賞自己嘅進度，唔好心急。其實講就容易啊，做真係好難噶。點樣唔比較呢？隔離嘅同學，同一班，隔離座位，去溫默書，只不過係需要1日2日，所有詞語同埋文章都已經搞掂晒。但係睇住自己嘅小朋友，彷彿就好似墮後咁樣，都係重複一句，每個小朋友成長嘅步伐真係唔一樣。如果越係去比較，小朋友嘅自信心就會越嚟越低，能夠識得欣賞自己每一分鐘嘅進步，唔需要心急，係一種謙卑同埋感恩嘅心態。而專注力其實係會隨住年紀啦、經驗啦，慢慢提升嘅。只要家長慢慢耐心陪伴，所謂嘅耐心其實真係好有耐心噶，小朋友自然就會有進步啦。咁講到耐心呢，呢一種嘅耐心究竟係乜嘢嘅耐心呢？譬如佢飲水特別慢啦，去玩特別快，打機又零舍急添，咁一做功課嘅時候就會拖延啦。嗱，呢一個呢就係另一個嘅學習嘅心態，同佢嘅專注能力係冇關嘅。所以我哋作為家長呢，可以學習下點樣去區分小朋友究竟係專注唔到啊，還是佢對嗰樣嘢根本就冇興趣呢？凡事都係有定期嘅。天下萬物都係有定時嘅，開心嘅時候有時間，唔開心嘅時候都有時間，每一分每一秒都係值得我哋去珍惜。就好似聖經所講，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一樣。Dorcas 講得非常之好啊！即係原來佢專唔專注一樣嘢呢？究竟係佢真係
專注力嘅問題定係能力嘅問題，我哋都真係需要去慢慢去認識多啲自己小朋友。我都成日同家長講呢，唔好用比較啦去量度小朋友啊，而係咧欣賞佢哋每一個小小嘅突破。每個人呢都被賦予唔同嘅恩賜，有啲小朋友咧可能佢對藝術、音樂會特別專注啦，有啲就會中意探索自然，跑跑跳跳就好 enjoy 噶啦。重要嘅係真係發掘佢哋嘅獨特價值，因為咧聖經都講到，我們有不同的恩賜，照着所賜的恩典呢各有不同。冇錯啦，而每一個小朋友都係非常嘅獨特。當我哋咧去學習同埋明白唔同嘅專注力，其實都會有唔同嘅類型㗎喎。其實專注力出現困難，有陣時只係反映小朋友佢對自己學習嘅管理能力，即是話佢未有一個足夠嘅能力去管理自己，咁都好合理啊。佢係小朋友嚟㗎嘛，容易分心、拖延、坐唔定，其實喺成個過程裏邊係必然會經過嘅。一開始會唔分心，於是就學習點樣去處理自己嘅唔分心，到佢發現嗰個課題好困難啊，佢就開始拖延，然後就開始做一啲行為去反映，話俾爹哋媽咪知我坐唔定㗎。其實好多時都係佢未必能夠一個人可以處理得到或者管理得到，呢一個係一個成長過程必經嘅階段。其實父母咧可以多啲喺呢個時候去鼓勵、去包容。但係唔係縱容喎，我哋可能可以俾2分鐘時間佢拖一下啦，或者2分鐘之後叫極都唔聽，咁點算啊？咁我哋一齊去面對咯。最重要嘅就係唔好標籤佢，因為我哋學習究竟其實愛係咩嚟嘅呢？愛係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又信實喎。係啊，好多時候咧，情緒同家庭氣氛咧都會影響專注力噶。如果咧你屋企都充滿住關愛，彼此去支持咧，細路都會更加有安全感去嘗試同埋改進噶。其實咧，大家能夠可以坦誠去溝通，互相去體諒，並且咧，好似頭先咧Dorcas 去提到，即係去有耐心，都講咗好耐，係咪啊？點樣去耐心去認識自己小朋友佢嘅獨特之處，佢嘅能力，究竟佢專注嘅情況係因為佢嘅能力嘅不足啊，抑或係真係個空間嘅狀況呢？其實都好需要睇好多唔同嘅因素。咁所以呢，我哋有住坦誠溝通嘅氣氛啦，互相去體諒認識大家嘅好同埋獨特嘅地方呢，已經係最美好嘅同行啦。聖經裏面講到，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係啊，連姑娘，不過又咁講，講就容易啫。其實每一日都對住佢噶啦，每一日朝朝早都喺度拖，一做功課就拖，就焗住一定要去補習社，咁點算先？係真係生活上起嚟真係有困，真係辛苦嘅，都明白。其實呢，喺家庭輔導裏邊呢，我哋最重視嘅呢就係全人關顧，可以呢俾一句生活化嘅金句，大家先關係後事工。所有嘢都係重視關係之後先至做其他嘢，冇咗關係，其實你同佢永遠都會係一個對立。當我哋係一個對立嘅關係，無論你叫佢做乜，佢都會同你相反嘅。所以先關係後事工，唔好淨係睇佢表面嘅行為，更加重要嘅係嗰份耐心去同小朋友一齊行，一齊面對嗰個重要性。有時候小朋友其實只不過係想呻下，不過佢唔識表達，佢咪用行為去話俾你知，譬如拖延啦、發脾氣啦，開始呢，甚至乎呢對父母都失去耐性。咁喺呢個時候點算呢？都係記住呢句金句：先關係後事工。家長同埋老師一齊去合作，彼此一齊去建立，小朋友先至有力量㗎。力量就好似一個 engine 咁樣，佢有力量，咁佢咪行得到咯。佢都冇力感，佢都覺得冇人陪伴住佢，冇人明白佢，佢就冇咗成長嘅力量㗎啦。所以我哋經常性呢都要學習好快、好快、好快咁樣聽，但係講嘅時候呢，就要好慢、好慢、好慢咁樣講啦。呢個都係聖經嘅一句説話，真係好有智慧，快快咁樣去聽。
我都會建議咧家長多啲用遊戲啦，小朋友中意嘅方法咧，用啲生活練習啦，去提升小朋友嘅專注力啦。例如咧，我每一晚咧都會同我嘅先生同我仔仔一家人一齊去玩下唔同嘅桌遊啦，咁都係一個好好嘅習慣咧，去營造一個好歡樂、好輕鬆嘅家庭氣氛咯。並且我哋都可以做一啲同小朋友一齊做深呼吸啦、靜觀嘅練習。靜觀唔單止淨係講緊頭先我講嘅形式啦，亦都係一啲讓自己慢落嚟，慢慢去飲一杯茶，慢慢咁樣去留意下一塊樹葉嘅唔同嘅紋理咧，都可以係幫助自己專注嘅喎。冇錯啦。咁所以呢，當我哋呢學習耐性、學習耐心一齊同行嘅時候，所有嘢呢都要慢慢的說，慢慢的快快的停，係啦。咁呢，而呢喺亦都呢喺聖經裏邊呢，亦都有講到喎，凡事都能行，但不都有益處。哥林多前書10章23節，係啦。咁講到呢，而家講到呢就係專注力，其實呢繼續下一集呢就會更加多嘅去探討，究竟心法我哋有啦，究竟仲有啲咩工具，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助小朋友有呢個力量同埋有能力去管理自己，令到自己更加有專注力呢？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一個家庭，一盞之優燈。